我是浙江小白花粤剧团的青年演员陈丽君。我怕他们见了我现在这个本人的，让他们失望呢。倒也不是只是说你练的时候很辛苦，那很多人都很辛苦，只不过这条路还是比较偶尔有时候还是比较孤单的。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。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选粤剧。现在的生活里面，我觉得我90%都是粤剧，我就是在吃饭睡觉唱粤剧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就也不是说苦吧，就是在坚持的时候真的还蛮辛苦的。有时候我还是会感到孤独。我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人，没有特别多的爱好。你学粤剧毕竟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经历。君君是一个非常纯粹毫无杂念的一个青年演员，整天是以排练厅为伴。其他青年演员可能会出去交朋友，他是很纯粹的。他可能是比较有负担吧，因为他本身就很优秀啊。但是就是越优秀的人，他会有一种心理，就是觉得我要怎么样做到更好。这里面好像每个人都比他更开朗。对，因为他主要是肩负的责任，我觉得更大一点吧，所以就会有负担。辛苦啊，可是这是我的梦想。就在特别累特别苦的时候，会有这种你为什么这么累了还要坚持这种想法有出现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舍得放弃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。我觉得虽然生活上真的很不会照顾自己，但是对于戏我有很深的执念，信念感真的很强很强。我一投入到里面，我可以不出来的。我觉得我不能离开粤剧，所以这条路上是有孤单，但是不孤寂。虽然苦，但是我有很多的快乐。觉得这样挺好，挺快乐。虽然很辛苦啊，但这份辛苦里面有幸福，有价值。粤剧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，它将贯穿我的人生。我对自己的不自信是来自于对于舞台的敬畏，也可能来自于对自己的高要求。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奔跑者，但是我觉得路嘛，总是要有人去走出来的。就无论是不是奔跑，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往前走的。戏曲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 DNA， 一个点啪，一个小石子投下去之后，就像有一个评论说啊，我好像我骨子里的 DNA 被唤醒了。我希望我是那个小石。